歡迎收聽轉念之間，我係阿賢。你有冇試過飲一啖茶，入口係苦嘅，但吞落去之後，喉嚨深處慢慢滲出一陣甘甜？如果你試過，你就明白咗人生最真實嘅味道。我哋成日追求快樂，避開痛苦，但係人生嘅真相係苦同樂從來都係一齊出現嘅。事業有成嗰日，可能身體出咗問題；失戀嗰陣，喊到死去活嚟。點知幾年之後，你發現冇嗰次失去，你唔會變成今日呢個更好嘅自己。佛陀講諸行無常，一切都係變化嘅，快樂會過去，痛苦都會過去，就係因為無常，苦澀先有機會轉化為回甘。如果你人生淨係得甜，冇苦嘅襯托，你就唔會真正體會咩叫甜。苦嘅存在令快樂更有層次，更有深度。有個茶道大師用一隻有裂痕嘅舊茶碗奉茶俾客人。客人問大師：呢隻碗有裂痕，點解唔換過隻新嘅？大師笑一笑話：裂痕係歲月留低嘅印記，正因為有裂痕，茶嘅苦澀、溫度、香氣先會滲入碗嘅每一道紋路入邊。你飲緊呢杯茶，唔單止係茶，而係呢隻碗嘅一生。客人捧起茶碗，飲咗一啖，沉默咗好耐。佢發現嗰杯茶嘅味道真係同平時唔同，有種難以形容嘅深度。你生命入邊每一道裂痕，每一段痛苦，都係你獨特嘅紋理。冇咗佢哋，你嘅人生會好似一隻完美嘅新碗，但冇故事，冇深度。所以唔使再逼自己一定要開心。苦澀嚟嘅時候唔使抗拒，因為你知道回甘喺後面等緊你。快樂嚟嘅時候盡情享受，因為你知道呢一刻都會過去。呢種從容就係佛法講嘅平等心，唔係麻木，而係深深咁接受生命嘅一切變化。願你喺無常嘅人生入邊品嘗到每一啖苦與甘，苦中回甘，先係最真實、最豐富嘅味道。我係阿賢。多謝收聽轉念之間，我哋下集再見。